內地網紅拍片炮轟香港老店，嫌棄菜品難食且收費昂貴，質問250蚊服務費到底服務啲乜？面對全網非議，九龍城店家發千字文強硬反擊，直斥對方惡意揾茬。呢場風波究竟係店大欺客，定係網紅為流量毫無底線？呢位名叫香港量子嘅內地博主，近日帶埋朋友嚟到九龍城樂口福潮州酒家，未入門佢就對住店外洗手間恕不外借同者收現金嘅告示一頓猛拍，嘲弄呢啲規矩好香港。坐低點菜嘅時候呢，矛盾直接升級。老店伙計唔習慣面對手機鏡頭，一見佢舉住設備錄像下，意識就離開咗。呢個博主即刻冷嘲熱諷，話老派酒樓老派作風，菜未點完人就走咗。隨後女店員因店裏繁忙，直言冇時間一直企喺呢度等你哋點菜，呢下徹底惹嬲咗佢。眼見店員去招呼另一台外國客人，佢酸溜溜咁抱怨，話呢個係服務員外國人，好不容易先輪到自己。到咗上菜環節，博主對食物嘅評價更係毫不留情。佢哋點咗一份標價400港元嘅滷水鵝加鵝肝拼盤，結果博主喺盤中翻出幾塊豬五花肉，即刻對鏡頭大聲質疑，問呢個係鵝身上嘅邊個部位？點解全係純肥肉？佢抱怨鵝肉食起嚟又瘦又柴，面上冇淋滷汁同埋油水，睇落十分乾巴掃興。跟住係一條388港元嘅馬友魚，佢又嫌棄賣相實在太難睇，肉質亦都發乾。至於每位收費398港元嘅潮州紅燒翅，更成吐槽重災區。佢抱怨分量極少，好似一小碟，且食喺嘴裏面一啲味道都冇，連嘆呢道菜算點錯咗。佢甚至總結老店嘅菜品一陣重口味，一陣又清淡，簡直反覆無常。除咗菜品，賬單收費亦都成咗攻擊靶子。佢嘅朋友對住鏡頭抱怨，飯前台上嘅一碟鹹菜花生竟收48港元，且內帶酒水同蛋糕亦都要額外收費。最後結賬總共花咗2577港元。博主攞住賬單滿臉不忿咁問觀眾呢頓飯是否食貴咗，更在視頻簡介憤憤不平咁寫道：香港72年潮州酒樓呢250蚊服務費到底服務啲乜？影片曝光之後迅速喺網上掀起熱議。面對網絡審判，屹立72年嘅老字號並未忍氣吞聲，而喺社交平台發千字長文據理力爭。店家毫不客氣咁指出，如今呢行競爭大，博主分明係想借歷史老店大肆炒作賺取流量。對於服務惡劣嘅爭議，店家澄清當晚啟德舉辦演唱會，店裏5點幾已快滿座，員工忙碌難免急躁，但係對待客人一貫親切。店家更曝光被惡意剪輯嘅細節，當時博主嘅朋友用小鏡頭幾乎以偷拍嘅低角度對準店員臉部，店員避開嘅時候稍微靠近咗同行嘅另一人，呢博主竟當場發難，大呼我要報警。店家怒斥呢分明係嚟揾茬嘅。至於只顧招呼老外嘅指控，店家解釋外籍人士係香港熟客帶嚟嘅，且早已訂好菜。而對於歧視內地人嘅講法，店家澄清店內每日都有內地客，被拍嘅女店員亦都係喺福建同汕尾長大嘅，根本冇歧視之理。其實呢件事喺當地老一輩香港人睇嚟，實在係有着太多令人感慨嘅無奈與嘆息。九龍城呢間老店呢，唔單單係一間普通嘅食肆，佢裝載嘅係當地香港大半個世紀嘅市井歷史與集體回憶啊！走入去嗰舊式嘅騎樓梁柱，嗰掛住龍鳳呈牆嘅木雕大禮堂，嗰歲月打磨過嘅老舊地磚，全都係老一輩香港人最熟悉嘅味道。多少經典嘅香港電影，所係嗰啲講述江湖恩怨、兄弟情義嘅警匪片，都特登揀喺呢度取景，拍嘅就係呢份獨一無二嘅舊時代江湖氣與人情味。如今嘅網紅跑到呢度，唔識得靜下心嚟欣賞呢份歲月嘅沉澱，
反倒攞住挑剔嘅放大鏡去四處揾茬，甚至把傳統當作落後。呢本身就係一種令人遺憾嘅文化認知錯位。就攞視頻裏邊博主瘋狂吐槽嘅菜品嚟講，只要係對傳統潮州菜稍微有啲了解嘅街坊睇咗都會連連搖頭，感嘆而家嘅部分年輕人真係唔識裝飾，反而將無知當成咗炫耀嘅資本。博主抱怨400蚊嘅滷水鵝拼盤裏夾雜住肥膩嘅豬五花肉，認為呢個係店家喺淨虛作假，以次充好。但實際上，真正嘅老派潮州滷水，盤底墊上幾塊豬五花肉，係傳承咗幾十年嘅老規矩。呢五花肉可唔係為咗湊數糊弄客人嘅，而係為咗讓豬肉嘅油脂喺滷製同裝盤嘅過程中，慢慢滲透到滷汁同鵝肉裏邊，起到提香同中和嘅作用。同時，呢塊墊底嘅五花肉吸飽咗滷水裏面嘅鵝油同藥材精華。對於識行嘅老饕嚟講，咁先至係成盤菜裏面最下飯、最銷魂嘅極品。呢位博主唔識貨，反而將其作為攻擊店家嘅把柄，喺網上大放厥詞，實在係大擺烏龍。至於話鵝肉乾巴冇淋滿厚厚嘅滷汁，咁係偏為正宗嘅潮州老滷，講究嘅係肉質本身嘅鮮香，同滷水嘅順口相得益彰，食嘅係鵝肉嘅緊實與肉香，而唔係好似而家市面上一啲快餐店咁樣，靠住濃油赤醬同埋滿盤嘅混濁湯汁嚟掩蓋劣質食材本身嘅味道。呢場風波裏邊，最讓博主憤憤不平嘅，莫過於嗰250蚊錢嘅服務費，以及各種俾佢視為奇葩嘅額外收費項目。呢個其實深刻折射出咗兩地喺餐飲文化、商業規則同消費習慣上最深層次嘅巨大鴻溝。喺內地，餐飲業競爭白熱化，場地寬敞，人工相對低廉，服務員往往能做到隨叫隨到，甚至好似一啲知名火鍋店咁樣提供情緒價值拉滿嘅貴式服務。而且內地好多餐廳唔僅止唔收茶位費，仲會免費提供各種琳琅滿目嘅小食、水果、飲料嚟吸引顧客。習慣咗呢種上帝般體驗嘅內地遊客嚟到香港，自然會覺得處處受限，處處都要花錢，心裏難免產生落差。但係喺香港，成個社會嘅運轉邏輯同成本結構卻係截然不同嘅。香港嘅商鋪租金驚人，就好似係一座壓喺所有實體店老闆身上嘅大山。加上近年嚟各行各業都面臨着嚴重嘅人手短缺，尤其是呢一種傳統中式酒樓，工作辛苦、時間長，願意入行嘅年輕人越嚟越少，留低落嚟喺樓面跑堂嘅大多都係上咗年紀，做咗一世餐飲嘅老伙計。香港老字號嘅服務風格從來都唔係溫聲細語、阿諛奉承，而係講究一個快、狠、準嘅高效與實在。在座無虛席，忙得腳不沾地嘅晚市，伙計們要喺幾十張台之間飛速穿梭，大腦裏邊記住無數嘅點單同客人嘅特殊要求。呢個時候，客人如果攞住菜單猶豫不決，翻來覆去半日點唔出一道菜。為咗唔耽誤其他客人嘅用餐進度，伙計自然會選擇先去招呼嗰啲已經睇好菜單、準備好點菜嘅客人。呢個喺咗地香港人睇嚟係再正常不過嘅效率優先原則，係對所有食客時間嘅尊重，絕對談唔上啲乜嘢服務態度差，更扯唔上啲乜嘢歧視或者崇洋媚外。嗰句冇時間，一直企喺度等，雖然聽起上嚟確實有啲生硬直接，呢個恰恰係老派香港伙計直來直去嘅真實寫照。佢哋冇咁多彎彎繞繞嘅公關話術，亦都冇時間去揣摩客人嘅玻璃心，有嘅只係盡快幹完手頭工作，把熱騰騰嘅飯菜端上台嘅急迫感。其實呢種表面上嘅文化衝突背後，更加讓人深思同擔憂嘅係當下網絡時代流量經濟對傳統實體行業嘅無情衝擊同破壞。
而家嘅部分網絡紅人為咗博取眼球，賺取嗰點微薄嘅流量分成，往往習慣於帶住先入為主嘅偏見，甚至刻意製造矛盾對立。近年嚟，隨住兩地交通越嚟越便利，交流越嚟越頻繁，呢本該係一個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嘅過程。同樣地，面對呢啲紛紛擾擾嘅爭議，咱哋香港嘅老百姓亦都睇得越嚟越通透。一家店到底好唔好吃，服務到底用唔用心，唔係靠幾個網紅喺屏幕前咋咋呼呼帶大節奏就能輕易定性嘅。群眾嘅眼睛係雪亮嘅，老偷們嘅味蕾亦都係誠實嘅。嗰2000幾味嘅賬單，買嘅唔幾係一頓讓人飽腹嘅豐盛飯菜，更係嗰份喺飛速發展嘅時代洪流中，依然能夠坐定定慢慢品味舊日情懷嘅珍貴體驗。希望未來嘅日子裏，大家能夠少一啲鏡頭下嘅算計與戾氣，多啲餐桌上面嘅體諒與人情味。